谁正在大肆的叫卖，价格要先搞明白，现在5折赶快买。好坏好坏，是谁进货到负债？究竟是不是好品牌？别往我手里撒。治疗要帅，冒险必备，只要花费，金币美。他说大家都很推，我说好像有点贵。治疗要税，制造机会，买了不亏，金币一枚。他说好喝不伤胃，我说难喝能否退？别说好久不见，买个心安当作保险，我已经很赏脸。又不是天天冒险，就怕是合法诈骗。我可不想学个经验，再这样别怪我秀出大宝剑。治疗要税，冒险必备，